2025年嘅最後一飛，我哋揀咗去北海道。今次去北海道，我哋需要去東京轉機。嚟到北海道已經係夜晚黑啦。我哋都係第一次嚟北海道咋，我哋就揀咗會停留喺札幌、登別同埋小樽。今晚我哋就會住喺札幌市，而第二朝呢，我哋就會去二條市場、北海道成宮、白色戀人公園。食完個 lunch 之後，我哋就會揸車落去芝麻湖，最後喺登別住返一晚溫泉酒店㗎。放低好行李之後，我哋就哩哩啦啦去咗好出名嘅拉麵橫丁嗰條街度食拉麵。而家差唔多接近係宵夜嘅時間，估唔到都仲有好多人排隊喎。醫飽個肚之後，就返去酒店，準備聽日嘅行程。嚟到第二日，第一個行程就去咗二條市場，我哋又繼續覓食啦。二條市場嘅範圍唔算好大，位置係喺大通公園隔籬，最主要都係售賣一啲當日入貨嘅海鮮。一場嚟到，梗係食埋個早餐，試下呢度嘅海鮮先至走啦。轉下眼就嚟到北海道成宮啦，相信好多朋友仔都同我一樣好鍾意儲御守。嚟到北海道成宮，一定要留返個哈兒松鼠籤，佢每人限攞1個㗎咋，而且仲有特別版，咁都俾我抽中咗 ，lucky！ 下一站嚟咗白色戀人公園，聽個名你未必知道喺邊度，但係睇幅圖你應該會知道。佢嘅建築設計係模仿歐洲中世紀嘅風格，冬季嘅時候聖誕裝飾，夜晚係會亮燈㗎，而夏天呢就好似置身喺歐洲嘅花園咁，淨係睇相都已經好有 feel 啦。現場除咗有好多打卡位之外，佢呢度嘅雪糕嚟到都一定要試一試啊，都幾好味㗎。最後當然唔少得手信區啦。呢度最特別之處就係可以將張相印喺個盒上面，有唔同嘅 size 可以俾大家選擇。而當日呢，我哋只係等咗30分鐘就可以攞到製成品啦。突然間電話收到地震警報，所有人都要即刻踎低啊！原來喺青森對出發生7點幾級地震，好彩呢度冇事咋。由札幌市揸車落去登別係會經過芝麻湖嘅，雖然依家唔係1、2月，睇唔到冰圖仔，但係既然經開，梗係要睇埋呢個景點啦。除咗喺冬季嘅時候可以睇到冰圖仔之外，喺4至11月嘅期間，亦都可以搭船睇下湖面嘅景色添。冬天嘅時候5點鐘就已經天黑啦，呢間就係我哋今晚會住嘅溫泉酒店啦。食飽咗就梗係出嚟行下啦。
由酒店行出嚟溫泉街只係10分鐘嘅距離，非常之近。喺溫泉街最為人熟悉嘅應該就係呢間閻魔堂啦，個閻羅王係會變臉噶。喺附近仲有個源泉公園，可以喺度感受下幾支金剛棒嘅靈氣，唔知我嘅運氣有冇好咗呢？食埋個溫泉早餐，準備出發我哋今日第3日嘅行程。上半晝嘅時間，我哋仍然都係會留喺登別嘅，會去埋地獄谷同埋中雄牧場。嚟得北海道，梗係要去食蟹啦。之後會途經洞爺湖，最尾我哋就會上返去小樽，喺小樽住返2晚咁多㗎。朝早9點鐘嘅溫泉街特別寧靜，連隻狗仔都等緊開門啊！哦嗨喲！尋晚去嗰個源泉公園，其實仲有個間歇泉㗎。如果你撞啱時間，仲可以見到佢爆發嘅一面添。再行前啲就會到湯澤神社，行多5分鐘就會到登別嘅地獄谷㗎啦。基本上大部分嘅遊客朝頭早都會嚟地獄谷，因為夜晚係唔會有街燈。登別地獄谷係日和山火山噴發時形成，面積大約有11公頃，而每日嘅湧泉量呢可以高達1萬噸㗎。呢度好線啊！我頭先咪就係咁樣線咗。唉，你哋聽到啦，冇錯，我頭先搭低咗啊，所以你哋冬天嚟一定要小心啲啊！話時話，香港啲新聞吹到咁大，周圍都係紅呢？咁既然佢唔揾我，咁我去揾佢咯。呢個牧場嘅入場費都唔算平，3000一個大人，而且個纜車都開得好快下，7分鐘就上到山頂，好似趕收工咁。但係為咗見一見啲棕熊，都要課金㗎啦。嚟得動物園呢啲地方，點會淨係俾入場費咁少啊？唔講唔知，原來棕熊嘅體重係可以去到400 kg，即係800幾900磅㗎啦，都唔係話唔犀利。而且佢哋跑起上嚟，原來都幾快㗎喎。今ですね、ちょっとクマさんたちですね、うなり聲が上がっていましたが、ちょっとですね、体の大きなクマさんがですね、いきなりちょっと走ってきてしまったので、好明顯，牧場入邊嘅棕熊都已經俾人養爛晒，養到純晒嘞。餵熊嘅時候都要留意下啲烏鴉，因為佢哋係會爭食㗎。呢度除咗可以睇到棕熊之外，入邊仲有松鼠同埋鴨仔可以睇到，而上天台嘅位置仲可以睇到一個火山口湖㗎，非常之靚啊！喺每年12月到3月嘅期間，搭纜車嘅時候會見到呢架多巴號，入邊掛住咗一啲鹹魚嘅物體，其實係三文魚嚟㗎，呵呵，幾搞笑喎！成個北海道最期待嘅一餐，梗係食蟹啦！揀完蟹即刻攞去整，等開餐。我哋一行4人，嗌咗1隻毛蟹、1隻帝王蟹，大約港幣3000蚊左右，差啲食唔晒。價錢唔係平，不過好好食。洞爺湖係北海道第3大火山湖，被選定為日本8景之一。
佢亦都係日本旅遊地100選其中一位嚟㗎。好可惜個天灰灰蒙蒙，見唔到佢個靚景。琴日仲要落到好大雪，積雪都去到小腿位置，行路嘅時候都營營役役啊！由洞爺湖去小樽係需要2個半鐘，都幾漫長㗎。去到又天黑啦。正值12月份係聖誕節，周圍都好有聖誕節氣氛。我哋 check in 完，即刻去搵嘢食啦。我哋就揀咗呢一間有80年歷史老字號壽司店嘅正壽司，畫上今日嘅完美句號。想繼續睇埋我哋之後嗰幾日嘅行程，就記得 subscribe、like 同埋 share 我哋個 channel，唔好走寶啦〜